今仔日开始，各地拢真好天烧热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这好天气敢若剩明仔载尔尔。因为礼拜也就是母亲节，因为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全台湾的气温拢会略略降低，天气嘛较无稳定，较熬落雨。暗时也开始，全台湾雨水会变高，一直到后礼拜2过才会较好天。拜五出日头前烧热，各过2天，礼拜就是母亲节，应该侪民众拢有规划行程。也毋过气象署提醒讲，好天气剩拜5、拜6。因为礼拜母亲节因为受风面东北季风影响，于是天气较无稳定，到暗时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尤其中部以北、东北部会有点暂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到后礼拜2过，落雨的范围才会变小。在周日、周一这2天要留意，各地会有一些阵雨跟雷雨的现象，越晚可能出现越明显。早上的时候可能是一波一波随机的分布哦。那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。那通过时间再度提醒大家，是在12号的晚间到13号的白天。那所以是降雨可能是由北往南，感受上面大家比较明显集中的时间点是这个时候哦。那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分布情形。气象署指出，虽然礼拜全台湾气温会略下降，不过温差无真大，大概降4、5度尔尔。像北部高温大约26度，低温嘛也有20度。也若针对今年第1粒风台敢会结成，气象署表示，目前规个热带系统结构也真无完整，要搁继续观察。目前以这边的云系组成来说，虽然云系都是有分布的，可是其实是相当的，就是散布非常的广，而且组织性也是比较差一点。那家属要讨论到这个热带系统呢，还是等到有真正的这个系统成型的时候去讨论，会比较具有这个肯定性哦。那现在讲的话是有点言之过早。另外，气象署嘛特别指出，金门、马祖地区拜六暗时到礼拜早起较会大雾，视线无好，有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，也是飞行机起降，提醒民众都要加注意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